大家好，我係來自將軍澳官立小學嘅洪一君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傾下國家安全同我哋嘅關係。提起安全，大家可能會諗到過馬路嗰陣時要睇紅綠燈，但係大家有冇諗過，我哋每一日可以安穩咁樣喺西貢同埋將軍澳返學玩，背後係因為有國家安全而把最巨大嘅保護傘呢？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，國家安全同我哋嘅生活息息相關。就以我哋生活嘅社區嚟講，當我哋走到西貢斬竹灣嘅抗日英烈紀念碑，見到當年東江中隊港九大隊對抗中侵略者嘅歷史痕跡，呢份歷史記憶提醒咗我哋國家安全嘅重要性，珍惜今日來之不易嘅和平。再睇下我哋將軍澳著名嘅地標將軍澳跨灣大橋，佢連接住社區，便利咗市民嘅出行，保護好呢啲重要嘅大型基礎設施不受破壞，確保城市運作正常。呢個就係國家安全中嘅社會安全。由此可見，國家安全並非遙不可及，佢正默默咁樣保障住我哋每一個人嘅生活同埋核心利益。維護國家安全係香港嘅憲制責任，更係我哋身為香港公民、身為小學生嘅共同義務。作為新一代，我期望大家把握每一個認識國安嘅機會，從熱愛我哋嘅社區遵守法治做起，讓我哋攜手合力守護香港、守護國家。多謝大家。